今日係我哋香港世界通旅行社第一架包機飛新疆，哇！一開波就咁有驚喜，究竟係咩嚟嘅呢？集合點都搞得咁有氣氛，呢啲咪就係由頭玩到尾咯。第二日去到機場，成班團友一齊影張大合照先，氣勢勁過明星開演唱會啊！上到飛機都未停噶，驚喜一浪接一浪，飛機餐都特別好味咁款。抵達新疆機場，哇！最高嘅禮儀水門接機，呢個排場真係大開眼界啊！一出機場就有新疆嘅歌舞表演，熱情到不得了，成班團友即刻進入狀態，未出發先興奮啊！嚟到歡迎晚宴更加係不得了，新疆風情濃到爆，場地靚，氣氛正，食物更加係冇得頂啊！最驚喜嘅係世界通董事長親自出嚟敬酒，同團友打成一片，成晚氣氛嗨到爆，個個玩到唔捨得走。世界通4班包機齊齊玩，首航出發，由頭驚喜到尾。新疆之旅就係咁唔簡單，跟世界通通世界。咦，仲有彩蛋喎，睇下咩嚟先。直到有一天我離開了家鄉